明明我半年有 PR 嘅，半年之後又話3年，3年之後又3年，10年都嚟緊頭啦，老細。你對我態度好啲得唔得啊？你工簽得翻半年㗎咋，轉頭我翻去將你 application delete 埋，成世拎工簽，大家唔使煩。咁你想我點啊？一日睇住自己，我係加拿大人噶嘛，發開口門都識講，冇 PR 啫，我都算係加拿大人噶嘛。咁你拎咗 AIP 未啊 AIP？ 我 body 都未 check 啊！你成年都冇覆過我。我哋幫緊你㗎啦 ，shoulder to shoulder 啊嘛。係咧，你上次請願搞成點啊？請願得幾丁友，打麻雀都唔夠腳啦。唉，你再等等，有咩2027年之後先講啦。收嗲啊你！呢幾日聽咗9000幾次啦。